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2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这回过年有9天连假，真侪人拢会准备要出国。根据桃园机场公司统计，伫咧过年期间，大港的平均运量超过14万5千人。国内交通的部分，台铁、高铁拢有加开车班。高铁今年是头一届伫咧台中站成立前进指挥所，但是人伤济，就会甲台铁国道客运启动联合疏运机制。桃园机场大厅透早就出现人阵，不少人规家伙想要趁春节9天假期出国佚佗，也有人惊安检排队等伤久，延误登机时间，特别提早3、4点钟来机场报到。我们从台南5点出发的。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早来？就是怕过年人。因为大家都说桃机很多人。那你们飞机是几点的？下午1点多。下午1点啊？怎么那么提早这么多？怕路上塞车。根据桃机公司的统计，整体春节期间，每天平均的运量超过14.5万人。出境尖峰日是1月25甲26，入境尖峰日是连续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2月初1甲初2。无想要出国的民众是赶大包小包的行李提早回乡。高铁春节疏运23正式开始，今年嘛头一届伫台中站成立前进指挥所，针对自由座人阵进行即时监控。当人伤济时阵，就会启动联合疏运机制，适度甲高铁台中站的旅客移转坐台铁，还是国道客运的加班车，就等于有点疏散人潮吧。对啊，至少不会大家都挤在同一个车厢。乘客会愿意吗？会愿意就是你的指挥，然后就去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嘛？因为有可能有的其他交通工具会搭比较久。另外，台铁春节期间嘛会加开8班次，7道到高雄、自强号专车自由座的列车，因应旅客需求。若是民众想要家己开车行国道回乡，高速公路局指出，春节期间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正月初1至初5，逐天0点至5点；正月初1至初5，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实施差别费率，也就是单一费率搁拍8折。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出发进前上好先查询即时路况，适时改行替代道路，也是调整出发的时间，通闪开塞车的路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台北季风豆豆变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较湿较冷。咱来看云图。受到华南风气影响，这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新竹以南的山区也有零散短暂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状况。今仔日各地头普遍低温伫咧13到18度之间，早时高温北台湾、花莲、台东是20到22度，中南部25到26度。天气温度各降，水汽嘛来，说来就是过年。气象署表示，礼拜有一阵强冷气团，强度有到寒流的程度，中部以北可能会落到春末10度，提醒民众过年就要穿好少。气象署表示，到礼拜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低温伫咧15度至17度左右，是小可凉冷的天气形态。不过到后礼拜1为落暝的前一天，到时会有一波寒流影响台湾，北部宜兰地区无到10度，中南部和东半部温度嘛干啦10度左右。气象署提醒低温会维持到后礼拜3、初1迄天。落在一个是除夕啊，另外是年初1的清晨哦。那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会有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在比较近山区空旷的地方，就可能会再低个2、3度左右，所以是有机会再出现更低的一个低温发生的。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四到后礼拜1这段时间，北部、东半部水汽多，云真高，随时会落雨，一直到2到暝，全台会转做大冷的天气。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过年时的天气变化，要穿好少，避免感冒。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高雄通报今年头一个百日寿的病例，是一个2个月大的查某红婴仔。卫生局目前有甲接触者包括亲人、医护人员，拢总39个人考起来进行健康检测。家长带囡仔来病院等要看医生，高雄出现今年第一个百日寿的个案。一个2个月大的红婴仔，初2开始扫，阁有痰，连续2礼拜拢无好，阁出现气味深的哮咕声。上病院住院并采检了后，伊确诊是百日寿。百日咳为呼吸道传染病，潜伏期一般为5到10天，最长可达21天。
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初期的症状跟感冒类似。口罩要戴着，尽量少去那个人多的地方。其他家长知影有一点仔紧张，表示会互囡仔挂好喙罨。卫生局接到通报嘛做一调，确认红婴仔主要照顾者是妈妈甲阿嬷。阿嬷1个月前就有扫的症状，其他厝内人目前无状况，赶紧将厝内人甲医护总共39人列做接触者，预防性投药。小朋友感冒常常会造成一些细支气管炎，然后有时候也会咳得蛮明显的大部分1-2个礼拜慢慢就好了。咳得比较持久、比较厉害，咳到吐奶会有点喘那个就要找医师评估一下。医师表示，就因为8月扫一开始症状甲感冒真歹分会出来，加上红婴仔无抵抗力，更需要5项预定疫苗防疫。秋冬感冒的人真多，加上特别过年，医生嘛提醒家长减少带囡仔去人侪的所在，降低感冒等传染病群聚的风险。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期显示，联合报宏达电昨宣布 ，Google 会以美金2.5亿得到宏达电部分 XR 研发团队购智慧财产非专属授权，按算今年第1季会完成交易。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表示，会继续强化 XR 生态系打造品牌。这摆的交易对宏达电相关的发展是并无影响。接下来是中国时报，川普上任搁再引起产业变化。2025台湾经济展望调查报告显示，台商抢房要刷到国外，选择排头名的是东南亚，美国排名第2，搁再来是印度甲中国。学者警告，今年全球变化大，股市、汇市波动会较大，全球供应链会集体清算。落尾是自由时报，一个姓赖的高中生伫咧台中市有5亿的房地产，今年甲细汉的地政司查甫助理结婚，过1点外钟，却为老尾顶摔落死亡。台中地院认定2个人假结婚，医师公务人员定载不实罪，判细汉的男子1年6个月。台中高院是谴责细汉的男子滥用婚姻登记的制度，真恶性，暂时驳回上诉确定。来关心台北市经社命案的上新的发展，检方突破吴姓姓吴的住持等3个人的新房，了解案情。彰北院裁定姓吴的住持等3个人，分别以50到70万交保，而且拢爱受科技监控。也那专案的主嫌作家王允目前继续羁押。有没有动手？地无啊，民众要抓条例，走出大门，赶紧离开法院，面对问题拢无讲话。一个党员穿过车路，无愿意受访，伊就是假借台北经社命案的姓吴女主持，23台北地院裁定伊60万交保。另外，姓李的查甫信徒50万交保，姓姜的女信徒70万交保。这命案发生在去年7月，生出来查某人是伫警社内底，警方查出伊疑似遭到外力打击，因为幸运机用解情死亡，疑似协助用刹车运送生出来查某人3人，为去年被羁押，传出检方到达公判心房接案司法经过，背后主嫌疑似就是作家王允。被捕式的长头毛行路警备车进前被提审，要互大家知影伊的路线真面目。王允羁押期限到3月7日，而且传出伊面对侦讯，坚持无要认罪，公诉被当就轻。警方无排除搁提审证人李伟洪某，调查清楚案情，互真相水落石出。记者综合报道。114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长杜永泰昨是第4届亲身说明预算风台调对政府的影响，也预告会建议救济作为。另外，大多数已经核定的计划预算，除了要重新核定以外，除了福利政策以外，其他的补助拢先冻结50%。114年度总预算3读完成，落尾预算大减到2075亿，但是行政院长杜永泰无法度接受，23第4摆亲上火线，决定要照宪法征收条文第3条，互行政院的权利和义务来进行救济。我们会依照这个条文来进行我们的后续救济行为。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攻击，我们没有办法说自杀式的删减。
杜永泰讲，这台检的比例是大到互政府无法度施政，而且包括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嘛，互台动，检察院互大幅台检预算，会造成5院的体制无法度运作。而且指出讲，这是已经核定的连续性计划和预算，拢会全部送登去行政院定核定。除了福利政策以外，各项补助是先冻结50%。凡是不直接牵扯到弱势团体人民的直接的福利关系的这些政策，单是补助的部分，我们先冻结50%。他说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蛋，一个蛋在眼前被捏碎的感觉。3个理由让我觉得他们非常羞辱。文化部长李婉因日本作家西来讲的文章，讲到访台预算的时阵，真属是真激动，讲袂出话。不过在野佮批评114年的总预算经过提案抬调了后，同款是史上上悬。国民党团去中正1分局告发行政院佮部会和一寡媒体，讲伊涉嫌放谣言抹黑总预算，讲要告因违反消费法。农业部造谣说老农津贴领不到了，财政部透过他的本专说，统一发票奖金被删掉了。所有中央政府总预算在今年度要用的这个金额，事实上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了。现在的行政院的院长是历年来中华民国最富有的阁揆。杜永泰回应讲，部会针对预算方台检的评理来争取，欢迎在野提告，安尼等到部会更较有机会充分来做一个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伫记者会甲听众的朋友回信咧，原因是因为行政院的新闻传播费用互立法院全部抬调，所以无预算阁请手机老师。有听众的团体就表示，希望调野政党莫阁挽落去，唔通牺牲听众朋友的权益，赶紧恢复手机权益。那么对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抱歉。拜是行政院开记者会，不过详细看正屏下面的位置，写着新闻传播处的费用，因为互在野党删除，无法度搁请手机老师。原本这个乌坑的位置是有手机老师来比手机的，不过即马煞看袂到啊。我们平常院会后记者会在这绿幕前面都会有手语老师。但是因为新传出预算被全数删除，所以我们真的请不起手语老师了。对听众朋友，我们也是真的很抱歉。行政院表示，原本新闻传播处的预算伫咧114年度有变0.5亿，不过即届互立法院全部抬掉，致使无钱通请手机翻译。有民间手机团体表示，即届立法院三读通过所抬掉预算，一定严重影响到听众朋友的权益，无法度伫咧第一时间来了解政策和公共的资讯。立法院。这样子吵架真的没有必要他希望说好好的谈一下行政院呢就是行政首长希望慢慢的大家静下心来，然后想看看怎么帮助农人另外，台湾农林联盟嘛出面声援，伫咧面册打出声明，希望朝野立委保持包容公平的态度，保障听众朋友的资讯平权。也那国民党嘛伫咧面册回应讲，建议行政院会当向台北市社会局申请免费的手机翻译服务，确保听众朋友的权益。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114年度总预算争议也未停，交通部长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摆预算抬减甲冻结，会致使交通部道安、气象、公运、铁路4大部分业务受影响。无排除会配合行政院寻求救济。也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伫咧行政院会讲，当然等待立法院甲详细的预算数字送到行政院，搁再来建议提起复议。公预算被煽动，全民便利遭牺牲，全民便利遭牺牲。交通部拜时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摆114年度总预算3读以后，交通部受到影响的层面。交通部讲，这摆原底有编1759亿，互立法院抬减61亿。冻结117亿，会造成道路安全、气象、公运、铁路4大部分业务受影响。亲像道路标线设计改善进度、气象预报准确度，拢可能受影响。这个路安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交通的一个转动员这个平台根本没办法运作。我们的气象署的高速电脑也有问题。我们公路局的对地方的补助也会出困难。另外，铁道的建设部分。也会造成东部的一些不足。面对预算互立法院抬减冻结，交通部讲，主要也是希望透过沟通来解决问题，但是也配合行政院透过宪政体制寻求救济。
另外，行政院表示，即摆台检冻结预算，大部分拢集中伫国外理会、特别会、媒体宣传费用等等。行政院讲，目前正咧等待立法院送交详细总预算数字，后续会建议提出复议。所删减的是集中在某几个机关里面的某些个项目，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业务费、人事费，包括媒体的宣传费，还有国内外的旅运费、设备费等等，都被严重的删除。行政院长杜永泰讲，目前也无清楚详细的预算数字，目前初步计算，立法院宣布台检的预算是达到2076亿，台检比率达到6.6%，偏过去3年比起来，台检的比率平均是1.1%来讲，即摆台检的比例是达到过去的6倍。行政院也请各部会首长斗阵合作，改变现状，让国家继续运作。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宪诉法的修正，总统府昨正式公告1月25日生效。不过，总统热情地表明部分内容可能会影响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建议申请宪法法庭裁判。民进党团昨嘛向司法院送状纸，申请暂时处分甲释宪。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就算行政院抵赖难行为理由提出复议，有缘予立法院否决，将期末23透早总统府依法公告。也毋过总统批示，相关内容有妨碍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侵越司法权力核心范围，甲破坏政府体制分立制衡的宪政证据，爱申请宪法法庭裁判，维持宪政秩序。我们一定要对于他们的宪法诉讼法予以暂时处分以及释宪。他们导到这样的时候，变成只剩下8个，这8个当然不足10额嘛。我们不可能就发现一个一本的错误，不足额去释宪的。现在赖清德是自居为超级大总统，直接下条子给5院院长说宪法诉讼法必须要释宪。那这种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民主宪政。根据修正条文评定，政府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10人，造成违宪宣告时，同意违宪宣告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9个人。这伫目前只有8位大法官的状况之下，民进党质疑若要修法，是要予宪法法庭伴随，决定赶伫2、5生效，向司法院提交申请暂时处分加释宪。也不过国民党再次表示，宪诉法的修法绝对是无违宪的问题。最坏的结果，最争议的结果，那就是由现有的8位的大法官组成的一个宪法法庭，直接就把宪诉法就开始就把它冷冻起来了，就清清楚楚看得到，大法官配合执政党做政治操作。学者强调，暂时处分的制度是大法官基于法律来创造的，因为过去并无伫法律生效前的刑事的前例。大法官如果真的做了暂时处分，那这个很明显是跟立法院的当时修改宪法诉讼法的这个蓝白阵营在野党的这个的用意跟意志是违背的嘛，就会造成就是宪法法庭跟立法院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对立啦。那朝野的对立应该会更明显。苏主要也提醒，若大法官伫法生效进程的空棚之间裁定暂时处分，毋但会造成甲国会对立，宪法法庭超出党派定位恐惊也一直防小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就任了后，遂签署行政命令，阻挡非法移民，准备要伫咧南部边境增加1500个美军。另外嘛，强制要求联邦政府内部负责岛原平等相关业务的员工，要开始休困，准备裁员。巴利案上8位移民伫咧加州南部边境被赶到墨西哥的提华纳，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即天就宣布，因为非法移民入侵，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签署移民相关行政命令。白宫伫拜三也个证实，美军将会向墨西哥的边境增派1500位现役军人。President Trump is sending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people around this world. I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breaking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 will be returned home, you will be arrested, you will be prosecuted. Do not come. 另外，川普反革新、反多元共赢政策也开始做。
美国人事管理局伫拜二向各机构发出备忘录，除了予 DEI 办公室，也就是负责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的职位员工开始向有薪假以外，也佫要求各机构提了所有甲 DEI 相关的官方网页，也佫会取消所有甲 DEI 相关的备份或者是合约，并且伫10天内向政府办公室报告，看是毋是也佫有 DEI 计划想要用改名的方式佫偷偷做，若无就会面临着不良效果。这项做法也予民主党的众议员批评。The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 what DEI hire is has been that there's an individual hired because of their diversity, and many of these positions are positions in which the person is responsible for diversifying the workplace, for recruitment, for retention, for creating a space that is welcoming for everyone. 除了冻结招聘，川普也佫宣布一项返回办公令。要求联邦政府员工结束自新冠疫情以来的远距工作模式，恢复1礼拜5天到办公室上班。公司新闻张玉林编写。川普就任了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有一项是关系到中国影音平台 TikTok。川普伫 TikTok 的母公司20跳动75天的时间，甲美国的买主进行谈判。川普也强调，20跳动公司爱卖一半的股权予美国的买主，若无期限一到，就要离美国消失。看 TikTok 伫美国消息支持了后，高重新上线。纽约这几个少年人现伫真欢喜，有 TikTok 软体的中国日籍跳动公司，伫川普上任进前，就是伫美国已经无出路啊，家己提前关起来，也毋过随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予业者75日的缓冲期，代志各有转机啊。If I don't do the deal, it's worthless, worth nothing. If I do the deal, it's worth maybe $1 trillion, $1 trillion. So if I do the deal I'm talking about doing 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f I do the de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n I think we should get half. 隔2天，川普甲两人的孙正基甲顾问的赖瑞·艾利森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新闻这个大型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计划。佢表示美国伫 TikTok 这个问题上的立场。You have an asset that has no value or has $1 trillion value.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 United States gives the permit. So what I'm saying is let the United States give the permit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et half. 记者会结束进前，川普面对传媒，予这个使人去思考的答案。You have TikTok on your phone? No, but I think I might put it there. I think I'll get it right now. By the way, again, we won the young vote. I think I won it through TikTok. So I have a warm spot in my heart for TikTok. 另外，若未来 TikTok 有真正美国买主摕到半数股权，会是同齐开记者会，甲股份创办人赖瑞·艾利森，也是选战期间一路相挺的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川普目前是无特定的意见。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泰国婚姻平权法伫咧昨正式生效，正对台湾甲200年以后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也是东南亚第1。昨就路第1天有几百个同性伴侣登记结婚。泰国总理贝东丹是特别录影片表达祝福。穿西装伫双方亲友见证之下，到户政单位登记结婚，两个同婚伴侣欢喜的心情看会出来。泰国婚姻平权法23正式生效，正作为台湾甲尼泊尔了后，亚洲第3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也是东南亚第1。互同婚的伴侣一直讲，最梦拢想袂到会有这一日。I think today is a remarkable day that we finally allowed that we can love equally legally. 万国市中心的圣罗拜日讲，同婚伴侣伫6个音乐城中，伫个彩庆大道走秀。万国市政府甲同婚团体，抑个私人企业合作，举办大型同婚活动。泰国总理贝丹东也录影片，对来登记的同婚伴侣表达祝福。前总理赛塔进来促成这个法案，伫第一致辞时阵强调，泰国甚至比美国抑个较开阔。เรื่อง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ใช้คำนี้ดีกว่าว่าเรามีประชากร68ล้านคนถึงแม้ขนาดขอ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เราไม่ได้ใหญ่เท่าเขาแต่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นำของท่านรัฐมนตรี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แพทองธารชินวัตรผมเชื่อว่าเราหัวใจใหญ่กว่าครับ
泰国国会去年6月通过法案宣告同婚合法。泰皇奥吉拉龙宫随去伫去年9月签署同意法案，112日后法律正式生效。现泰国一向被认为是包容各种文化国家，每年有真侪人为世界各地进入邦国参加同志大游行。不过社会面风普遍保守，加上政局动乱，经过多元性别权益团体长期抗战，才促成同婚的合法。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今仔日国际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 Trump 签行政命令取消出生公民权，伫咧美国面临济诉讼。一个联邦法官今仔日针对其中一个4州合作提起的诉讼，发布14天的限制令，暂时阻挡行政命令实施，而且讲这个行政命令是违宪。中国甲印度2020年边界爆发生冲突，至少20个印度阿兵哥、4个中国阿兵哥过往。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印度外交部今仔日宣布，处长唐英成26到27会出访北京，双边拢希望降低紧张的关系。日本电视台报道，昨早时11点半左右，伫咧 JR 下口打地线的阿萨里站，有一个60多岁的中国女性，疑似伫咧铁路顶翕相，煞互列车撞过，送病院不治身亡。美国新任国务卿罗比奥主持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方安全对话会后联合声明强调，强烈反对用任何武力，也或是威胁的手段改变现状。虽然无讲是中国，但是外界拢认为就是咧针对中国。另外，中国今年第4届对台湾执行联合战备警巡，41架军机军舰出海，阁有1架无人机涉台湾一列。日本外务大臣严岳嘅印度外交部长苏吉生、澳洲外交部长吴英贤做伙翕相。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展开外交第一步，就是主持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会谈。扩大外长会议以捍卫印太主权领土完整。会后联合声明讲，强烈反对任何想要用武力，也是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无点名倒一个国家，不过外界解读是针对中国。中共嘛一直有军事动作，今年已经4届对台湾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23发布查到中共主副战机、无人机拢总35台，其中27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西南甲东部空域，也佫出动无人机对台湾形成包围网。国家强拦6架绕台，学者分析，川普2.0展现美国联合印太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挑战。我并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种强硬的发言跟发言，还有一些动作，我就对台海议题上面会有所改变。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在短期之内啊，似乎会有所谓的和善，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蜜月期也好，就长远的来看，还是这种负面竞争的这种紧张关系。那是海基会要伫2月初3举办台商春节活动，邀请台商返来台湾吃春酒。按过6委会23点名对华代办真侪个主动，对无优先的做法表达不满。在大陆各城市、各省市的这个台商，所谓的台商协会，他的秘书长或者是可能都是当地的台办人员兼任。每一次我们在办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劝阻台商，会长、副会长等等不要回来。针对中国宣布会让福建、上海居民团队来台湾佚佗，是毋是伫过年后来台？杨文杰表示，两岸观光长真侪年，有真侪事项需要靠观光小量会来沟通。咱方的代理会最近会联络海理会展开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退伍中将国安国去互人押出，透过统促党总裁张安乐牵线，摕中国的资金，伫咧台湾发展武装组织，要做摇摆啊，协助中国拍台湾。检方依照违反国安法起诉国安国等6个人，要求要甲国安国判10年以上的重刑。那些企图制造分裂、阻挡统一的势力啊，无论内外，注定将在这股不可逆的洪流中被淹没。呛声西龙两岸对立的人会加做历史的回震。
陆军退伍中将国安局高翠两化统计反大道，山野出加做强调，加做史上强烈暗的退伍上悬的将领。涉案的包含国安局姓刘的女朋友、台湾军政府发言人欧少康、陆军退伍司令部后勤部少校张胜福、退伍陆军中尉区政红等6人。我们台湾还有遗嘱啊，祈求和平、反战争、要求统一的民意出现。国安局是陆军出身，捌做华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第6军团司令部副司令。高检署指挥官承办掌握国安局，侯少康伫冲突党总裁张安乐引荐之下进出中国，互中共吸收了后，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撤回颠覆政府作战计划，先到做类型协助强军攻台。高检署指责以涉犯国安法起诉6人，国安局各被揪出10年以上党刑。目前并没有现役官兵的涉案，也没有重大的国防机密资讯泄露的一个状况。国安局真济摆写统计计划书，得到中共500万基金元，去年佫组织成员到北海岸勘察地形，用无人机、无机紧张监视军方机动雷达车，回报中共，引起各界关注国安危机。中间人其实也是这个张安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法规，能够先把中间人呢予以规范？这些资讯如果提供给中共来运用，或者是成为公开的一个依据以后，那势必我们在国军的固安作战计划还有机动路线方面都要做更周延的保密措施，甚至要更改整个机动路线。重点还佫一摆重创国军形象，李慧认为应该修法加减外犯罪，加强协助的力头。伊北辰指出，国军爱强化官兵保密防谍，也爱重新盘点作战的阵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相接台湾甲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拢断去，司法部昨日表示是自然损害，按算2月底会当修复。目前中华电信用微波来避原，马祖居民表示是无啥受影响。军方也启动国军微波甲卫星系统做避原，通信状况正常，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台马第3海缆15下晡发生故障，台马第2海缆22透早5点半嘛断线，无到6天2条缆线是转断，但是马祖的居民讲，和较早海缆断去的时阵比是好真侪，会使讲是无什么影响。这次是还蛮快就已经接通了，用那个微波的，我们网络上都还连得到，速度昨天有比较慢。较早有过长忙6天的经验，马祖的居民讲，即摆除了网速小可变慢，其他通讯拢正常。都是因为中华电信是紧急启动微波和卫星来避原。国防部嘛表示讲，因启动国军微波和卫星系统来避原，通讯是正常的，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对即摆缆线断去，因讲应该是自然喙齿。司法部讲，若是人为的，全世界无一个人会当预估海缆随要断去。我们大概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量的去让海缆有多重的链路。司法部讲，在去年和前年投资补助业者做过较多元的海缆。中华电信进行中的台马4号海缆，有整预算差不多1.4亿的补助。不过，这摆因为预算红台调，海缆登陆站可能无法度用较大、较有效的金额来补助啊。登陆站的部分大概就是所谓它的强化比如说它的设备，它里头的自动安全的设备，然后它一些建筑体的这些去做所谓的强固。司法部讲，若是海上会使，按算2月底就会当修复2条海底电缆，但是预算红台减35.8亿，对业务的推动会造成真大的挑战。因会伫有限的预算之下，尽量维护所谓韧性，帮助所谓产业持续来打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法院针对金华社案政治现金案昨头一届开庭审理，有风声讲台北市副市长裴进升、监督委员会执行秘书邵秀培2个人拢表明愿意认罪。邵秀培律师是向法院争取予被告假罪2年。官司案地步来到台北地院，前台北市副市长裴进升涉及金华社案件，和检方起诉了。法院第一面开庭，今天还是一样会认罪，对不对？裴进升涉犯贪污的道理罪嫌，在庭上提供，以前在阶段应讯30几遍。
该讲的拢讲啊，应该认罪也拢认罪啊，无新的口径，对起诉无意见。严过伊的律师对论罪标准是有意见。我们认为起诉范围有点过广，但是没有否认犯罪。同一天被团还告定的，也有前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佩，伊伫庭上讲，就敢若前一阶段所讲的愿意认罪。伊的律师也请法院参考到。肖秀佩伊犯后态度好，已经转做污点证明等理由，会当回2年缓刑。你今天在法庭上全部认罪吗？排在上尾啊，审理的是在押的被告掌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专案的第一遍审理并无传唤在押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加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不过沈庆京以身体的原因为理由，已经申请拒保停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个细社的特技表演者透过面册申请去泰国表演，去年12月底去当地了后，发现是诈骗，互人关起来，连治要3礼拜。这个月14才顺利回来台湾。经济署就表示，最近诈骗手法是变来变去，特别呼吁民众伫咧引头路进前，上好是做好调查，保护家己。双手互拍到扭皮，手腕阁有封口手铐的痕迹，这位是政治阵啊真无简单，才互警方对泰国就回来的台湾特技表演者，拜四来到警政署记者会，讲出家己咧网络顶因海外头路刷去互人诈骗的经验。伊讲家己是去到国外才知互人骗去，阁受人凌迟。伊强调，即马手法愈来愈有路，咧发现家己互人骗进前。因头路的过程拢和台湾正常头路定数同款。对方也是把很多就是我们在业界里面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内容，也是回传了给我，专业内容全部都有传过来。所以当初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就是跟我们当时在台湾所接下工作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警政署表示，即阵啊接到民众去到海外求职防诈骗的案件有愈来愈多，诈骗手法百种，建议民众莫凊彩相信网络资讯，也是网友的推荐。像讲若要求民众替人买物件、开口罩等等，就要看咩册咧。有些骗你去帮他去海外开设账户，然后有些是说去旅游啦，给你比较便宜的这些旅游的费用，或是说免机票等等，你只要帮我去开个账户，或是拿个代购的东西。另外，时代力量有针对诈骗的情境去做诈骗风险降低的民意调查，发现台湾有20%到30%的人是熬互人诈骗的高风险族群。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也表示，通常民众去到外国做工课，拢是想要有更较好的机会会使发展。我好像没有出国过，那可以去又可以工作又可以去玩，是一个很好的美景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就很快去。像被骗去缅甸或者柬埔寨的，其实很普遍是比较年轻的，大概35岁以下的。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特别强调，民众申请海外工课一定要开时间查证，通透过应用反诈骗专线去问看公司资讯敢有正确。外交部也特别设立海外求职限制宣导专区，帮助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2017年6月初2落大水雨，造成核电一厂附近崩山，2号机组是停放。机动用地防灾的劳务采购也逼出有乌道介入标案的情形。监察院纠正台电指出，台电内部有一个员工长期甲乌道斗空介入标案，内部管控是出问题，是重大的过失。溪水南调土石，金山的洪溪桥被大水冲断做2站。2017年的6日河大河祸事件，直接造成核一厂19个边坡有出电人的情形。另外，一个2号机的高压电塔倒来。不过，伫即马监察院委员是表讲，代志发生了，核一厂边坡地质灾害的救灾工作有牵涉到公务人员的备案。假性员工他收受贿赂，然后这个借势借端不是1年2年，他长达10年，那竟然就台电自己不知道，那这个负责政风的单位也没有去介入调查，是一直到有厂商被不法集团这个欺压。经过监察机关调查发现，救灾工作的劳务采购案受4国民众主导围标，4家台电员工主办，严格办理过程所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涉及到普遍误算。敢若是采购案的绩效，就甲市面上的绩效差别甲2.5倍到5倍。
另外，采购案办理的过程也无遵守公共工程施工品质管理作业要点，无在地工程专业的单位监督，有明显的缺失。所以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不要因为已经到了除役阶段，然后就是松懈，就说一般工程该有的一些标准，就是一些规定，你还是应该要遵守，不能再发生这种舞弊的状况。检警调查发现，不法集团就是以天道明同心会金山分会4届分会会长带头，组成围标厂商的集团。在这期间，因部队协助其他厂商，4届员工就做白手套，自18年开始向厂商索取汇款，涉及到饮酒应酬、收受财物。不过，台电公司对4届员工的异常是无做到廉政风险的评估，也无定期对风险职务做职务的轮调，恐惊是监督不周的情形。那它得标的工程是属于电厂外的那个杂项的工程，它不涉及核能的安全项。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假性员工不法的行为，在106年台电公司发现异常之后，就立即调离相关的职位。监察会员也再一遍呼吁经济部应该监督台电公司彻底改进采购加经费编列的内部控制机制，若无公务机关会一再降低不法分子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安全，高雄市一寡车路会设减速的塑胶柱啊，强制汽机车爱甲速度放慢。不过有民众反映，这一排一排的减速柱啊，会造成噪音，刹轮椅也是真热力。高雄市交通局讲，目前大多数的减速设施拢是早前地方家己做的，因已经有争取经费，会先改善高龄社区。一台、2台、3台，不管是直接到过，也是越过，经过这个减速柱啊，一定会将速度放慢。另外来看这个路口，赛车的民众也是同款慢落来，行会哭到底盘。一寡社区也是巷仔口，拢会当看到这款塑胶做的减速柱啊。民众讲有做较安全，不过有行动不方便的民众认为，刹轮椅的时阵是真热力。你如果说坐低一点，没有那个减速的效果啦。对啊，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啊，是会造成不方便没有错，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性。轮椅要刹过嘛？太平，对，一直爱坐边啊，袂出对安尼无可能。嘿，阮的小姐伊因为我倒，无法度伊力也无够，会跋倒啊。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目前的减速柱啊，拢是依早地方公所家己做的，规格有大有小，有悬有低。民众环境有时车辆经过会产生噪音，甚至佫会触电。今年因争取到590万的经费要来改善，头期省会针对时代较侪社区来试做，若是成效袂歹，后续会来推广。这个月才刚决标出去，所以是希望说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做什么形式啊，如果规划做好的，我们就来做那一种。交通局初步规划是要升第3明区的河堤社区来试做，目前也搁甲社区伫咧参详，整个计划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当完成。记者柯靠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旧历12月24是送神的日子，中华鹿港天后宫就准备成礼甲果子靠下新温，出动车把为志工整理新房来到清屯，替新尊换新衫，感谢新明这一年的保庇。志工用青仔甲妈祖婆新尊的用野饼好清气。旧历12月24是台湾民间习俗内底送神清屯的日子，固定古迹鹿港天后宫出动正百位志工来甲庙内环境拼咧，尤其咧整理新孙爱特别细致甲斟酌，因为鹿港天后宫的妈祖婆拢有上100年的历史。因咱伫新房内面的神尊吼，拢是上100年的神尊，所以讲咱咧整理的是爱足轻的，无会去破坏它本身。神尊的一些油漆啊，一些漆线啊。今仔吼，就是咱民间吼讲的吼，咱来上神的一个日子吼，庙恁吼是来清屯，然后下太岁跟下刀庙，感谢讲吼，伊今年吼几年通天吼，甲咱保佑吼，咱一家大细吼，拢会使平安顺遂。除了庙方会准备成礼果子、下太岁、下刀庙，一般人家厝也会送神清屯。然后伫厝内安太岁民众，嘛会伫送神听金的时阵，甲搭伫厅头的太岁符做伙挂掉，答谢今年太岁神君的庇佑。然后过旧历新正的时，才阁敬奉第年的太岁符。准备寿金搁加码，加码就是神明咧坐码，所以互伊转去的时阵会使坐加码，搁有咱太岁符甲伊摕落来了后，会迅速甲伊化掉。了
了后，就再开始清屯。一般12月24清屯即天，送神分做送灶神甲送众神，各地头也有无同的风俗，但是为送神拜拜到清屯摒扫环境，拢会当看出台湾民间风俗敬天谢神的心意。嘛趁过年前大摒扫，要甲歹运摒掉，迎接新正的好彩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的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举办台南工艺新旧融合特展，透过14个工艺师，甲传统技术甲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要让大众看到工艺的生命力。这件布件的作品看起来真有路，是国宝大师陈三惠做的。台湾的展览伫1949年当发展，早期拢用玻璃落去挂，后来艺术摕灰干落去讲，再去落去倒，才呈现特殊的艺术美感。那这幅作品是彩绘大师潘国雄以后做主题，为24号的故事。这回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办新春特展，结合14位传统工艺师来展现工艺品是安怎融入生活美学内面。你做我画啊，规拢红的，代表喜气洋洋嘛，因为会过年了嘛，过年发财啦，还个春到。明朝晚年，这个阵就展览啊，到这400几档啊啦。但是迄阵是用讲迄个咖啡后啊，我为着要留物件，我想匠转意。展览就是拢伫庙顶的匠师匠，啊，我咧转艺术啦，我是即马是用花杆，虽然不随我讲咧，伊拍安怎？你要利用伊的迄个弧度。展览以伫阮兜台语话音做意象，甲彩绘插绣展览顶工艺，重新定义厝的概念，像伫正听到当代门神做装摊，甲传统工艺品变做现代生活美学的一部分。主办单位讲，期待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通更加挖紧传统工艺。神明厅的部分就是以我们民俗中妈祖就是台湾的母亲，对，我们当然像妈妈一个角色作为核心。它旁边呢就代表四海，就是代表以台湾岛为中心的四方这样子。这次的特展，它打破了民众对传统工艺的刻板印象，可能都在宫庙里面啊。但是呢，这些工艺品其实它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布置当中。这个新春特展展期到2月17，拢总有45件作品。工艺师嘛向大众证明，传统工艺不只是本本娘娘，嘛通参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乌鱼子是过年时啊，大家拢爱真爱食的物件。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举办台语体验活动，让大人囡仔拿耍拿了解乌鱼的历史甲生态。来啊，这是一只鱼啊，倒转来。学着台语的意思，上课的大人甲囡仔，先来日捌字甲拼音了后，老师佫运用这个思维来了解台湾的乌鱼，包括台湾的乌鱼的历史，佫有生态环境对乌鱼的影响，嘛甲大家用纸做物件来耍，增加因的学习印象。乌鱼子是安怎来的？伊的生态是啥物？啊，和咱台湾的关系吼，甚至是对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阵，吼啊一路来到遮啊。咱这个时代演变啊，这个乌鱼是安怎出现伫台湾？如果是安怎变做台湾的食食文化？参加活动的家长讲，因拢知乌鱼子的价值，但是对乌鱼拢无啥了解。囡仔的学校嘛无一定教遮详细，陪囡仔来学台语，唔但学字学拼音，嘛对咧来认捌这项在地渔产。伫生活的部分，啊听老师讲，安尼囡仔较会学着物件，嘿，较活泼啦。较有印象的，就是知影讲乌鱼子是安怎制作出来的，真高工。上课的老师讲，台语的使用除了生活方面以外，嘛爱增加知识方面的思维，是让教育结合台语来推广，唔但互台语家庭的父母甲囡仔增加知识，嘛互台语的使用范围更加多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南极海全球上大的冰山 A23A 当咧往北边耍。专家当咧密切关注100万只徛鹅甲海拔西滩地的一个岛屿，但是冰山伫遮靠打徛鹅的生态就可能会受影响。世界上上老上大冰山 A23A， 这个起层冰山将近4000平方公里，相当台湾的南投县大小，一条向南极洲外边远岛屿刷过去，伊差不多含有1条东淡水，可能会伫山顶冻的时阵涌起。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y happe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e to climate change. So icebergs like this, megabergs like this, are completely natural. It's what ice sheets do. They sort of slide down from the centre of Antarctica until they hit the ocean, and they float until they're pushed out and they snap off. 新闻后专家更较密切注意的是，冰山可能会弄到乔治亚岛个可化。 It's likely in the next 2 to 4 weeks that the current will take it to the margins of South Georgia. The water becomes much shallower. South Georgia is a amazingly ecologically rich island. It's a breeding ground for a huge number of penguins, millions of penguins and seals. And at the moment it's summer there, and so they're well into their breeding cycles. There's lots of pups and chicks, and they're all still dependent on their parents. So the parents go out into the ocean quite a long way from the island and forage and bring back food. If this iceberg parks there, it will block or potentially block pathways to their food. 也就是讲，徛湖妈妈爱去更远的所在找食物，就会消耗更较侪体力。实际徛湖等待时间会更较长，不幸是这大大增加死亡率。这伫以前都已经发生过。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 澳洲欠动物医生，即马伫咧澳洲南部有一间动物病院，开始向欧洲各国招外籍的人才来做短期的动物医生，希望会当暂时解决人力无够的问题。 中口啊，抱起电疗台，为爱尔兰来兽医坎贝尔跨海到南河小镇贝利，将旅行甲工作结合是坎贝尔心内上好的工作模式。澳洲的兽医体系因为工作量大，无法度应对，造成爱长时间工作，互真侪人被砍伫选择离职，这正做过澳洲欠真侪人。 I think across Australia you can definitely see the shortage and the pressure that all the vets are under. And I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ed to combine that travel and then also be able to work in a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for veterinary and learn different things as well. 目前澳洲各地区有将近一半兽医工作爱1年以上时间才有机会补满，到2011年敢若补助30%，互各地动物病院用要规年拢在请人。 伫南澳贝利的动物病院，面对国内无法度补助人力之下，决定请国外兽医人才，用短期请人的方式，暂时用填补人力无够的问题。 Unfortunately, becoming a bit of a norm for them to work, 14, 15, 16 hours, which just isn't sustainable for anyone in any job. To be honest, I can't remember a time where we haven't had job adverts up, whether that be for vets or for nursing staff. 根据上新统计数据显示，短期外籍兽医人数目前只占澳洲兽医劳动力5%。虽然协助减轻工作量，不过这种解决方案也可能治标无治本。有关爱靠政府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政策，才能确实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13度到24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 华东地区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